爱带一亚通时间，生日做不应突，不卡冇生日嘅，吃到做唔冲一只界。电脑迄唔也计做桌上嘅，应该迄高调清听吼。应该做唐曼讲的。父亲上，唐人讲，爱带烟的世界，爱下一片幽兰花。遐故事老去无关系啊，写应该是这世界的故事啊。这种事，在我面前，都好去总为一条幽兰法术。其实像迄可可乐甲吃下有角色，唔应该系朋友。上代生日总台总带起你嘞。好了，两只台留到遐就好啊。你再去就好好调养啊。我无爱生安尼牺牲。好了。甲我无伫啊，手做底，接去请客只可可乐甲指甲有角色，错冇？向我无见过世面吼。讲爱出迄因为加饭，可算无机会到见世面，敢毋呢？总迄写奋斗生母因比我的命，不过因对自家迄姑娘，伊像要强养出产。希望日本人偏好出演，不过整体还系动摇，航路没有困难，层层次到为好好下朋友，尤其行业无名文化的，带到开下心美唔听，也应该
每一场重大的考验。听人讲，这只公园笔下前一出的，总爱作家老金目前，其除非天数。我想，我老金母用下么？安尼唔好啦，上马几喏？甲也摆出书，莫去甲出钱好么？按叫你啊同啊经迄家，脾气咩都咩唔拉丝，不讲唔下去的。是诶，做做得北极太咯。咩安太啊？あなたが弾くシューマンはまるで詩のようでとても好きですわ。僕の弾くシューマン，我大概甲别人啥无共。と親像你这几年写的小说同款，優しくゆったりと周りを気にせず、哀れみの目でこの世界を見ているようだわ。那呢，较早我就较无温柔啊。あなたの初期の作品「牛舎や暴風雨の物語」は読者に考える隙を与えないでしょ。違うかしら。你安尼讲嘛是啦。这几年我确实有咧想，爱用较温度的方式来创作。其实你頭段大件嘅時陣、おそらく本当の自分をさらけ出したでしょう。そうですか。本当の自分。時々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。どれが本当の自分か。给你介紹一下。這樣，其中亞別著名公演筆下，我係牽手林雪瑩。你好，我想在場有足儕查某囡仔攞足欣賞你嘅。こんなに優しくて少々な方に届けるなんて。无啦，迄个外口吼，我可能阁会当漂泊，啊，毋过转去厝诶就毋是安尼啊。你即马家己饲养囡仔，应该嘛知影，真侪代志吼，若是顾虑着生活，就无遐简单啊，对无？そうね。わかりますわ。爱弟唔想对爱好，故所带爱来见世面。毋过毋爱弟，就算爱人弟啊，心肝肚要行迄啲嘅小生人嘅。什么嘅喏？文凡，我了记着做到好好嘅啊。也有免，那有可能唔受记着。韩国亚美嘅人爱煮唔食，敢讲伊唔吃菜。人哋世界无强用诶，真嘅唔是味都不送爱，
当带我来下牙面皮。你讲也冇嘅花，夫婦の時間をお楽しみ中ですか？いえ、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。阮拄也是咧讲，即马啥物物件拢咧起价啊，厝内底开销嘛愈来愈济啦。嘿啦，這嘛是無法度啊。你嘛知影，我即马虽然薪水较济啦，啊，毋过生活煞愈来愈歹过，所以碰到风哦，是办思路有对的是大家，延期生産路は出ないでしょう。あ、本を出版されるの？はい。ここ最近の7作品をまとめて一冊の本を出版するつもりでした。不过你嘛知影，即马当你认真要出册，嘛毋是简单的代志。那是錢嘅問題哦，你唔免煩惱。看你欠偌濟，盡量講，我絕對支持你。安尼，我真歹勢啦。你唔免感覺歹勢。あなたの本の出版に協力できるなんて光栄ですわ。遠慮なさらないで。生意呢太行夾，上陣嘅超人能咁叫通，做啥愛留佢幫係？聽講伊封煙，等老見買過。欺負公主，欺負公主，欺負公主。是讲，敢无别个剧本通好搬？有啊，可爱的元秀人。对啊，咁透动，虽然内底写的是爱情甲死苦斗，毋过即摆时机你嘛知影。罗世奇，来啊！你做落诶，係啊，而且我記條講合法。好。係仔，我嚟話。啊，恁是安怎？原本想要找你讨論劇國風的代志，但是我看即馬是毋是要煞煞去？你感覺？到底是安怎？台灣文學本政府停摕咧。真的假？你看古仔遐面姑姑，到成講啥事？
我看哦，即摆这个世面啊，除了孔明火锅过去，还有啥物通演？这几天我还得甲保护务农网络卡达哩，想讲紧改学好，才会当互愈侪人来看。我会记得保护诺摩多塔卡里原本的小说，老写起就写了红记，哪有可能通过审查咧？即摆哦，敢若会使先去的，免看啦。那安尼，以后若是无符合正常的文章，我拢无机会通发表啊。唔那安尼啦，较早互人骂苦手的压力子，上无过咱骂转去啦。即马咧，代志袂当办啊！我看连放屁拢要管。安尼，咱敢要继续写？一定阁有其他办法的，咱袂当安尼就放弃。伊必须要放弃这份感情啊！起木啦，转身过去，决定要为着台托开河的上高的使命，奉献出伊宝贵的性命。这位吼，起木啦的表情，淡薄仔唔对。起木啦，马路口靠倒在地，起木啦目屎干的，伊无愿意去互马路口看到，只好愈行愈紧，愈行愈紧，行入黑暗的巷仔内咯。来看哦，汉摆、干趴、抢走的下马鸡，可能时间是搭哩游击司的罗巴希的。唔过迄唔迄项，更宽、更叫啊！奶酒好叫咩？来得上啊！安排，迄讲总毋得自由创作，迄毋迄上手方便无写的。咩唔是安尼啦？就像用开的，较少下汉哦，有咩意义？唔知道记写的，真经就像表面上看到的安尼，像迄福音政府 Q 做 Q 的政策嘿。其实哦，根本就是写个手艺本家去。就是啊，你才看，含迄做的条条老人上的写的，空到两文钟度啊。来听你的意思。唔好放弃，听错的继续写，我相信唔会做的。小马哥啊，我真认真呢。好了，俺只说，爱听，爱背。3年代，上下要买吃到故事，甲下糖你冲过的，唔低用的，就吃到有你人来做盘，
其实有一些系总无唔通的。亚述国的，迄伫个讲嘛假啊？也喺秀满结婚的时节，小朋友不用的。意思系讲，唔系爱的灵魂，爱的心，唔系爱的快乐，爱的悲伤，唔系爱的世界。娘诶，冇事。人会讲，无办法，要替你家庭，系无？无事啦。既然业主结天，而做马路库数能往侬那口，到有爱事，行你婚姻要咋冲破呢？
错的。早晨来看因改变的国父诺蒙诺卡达利，这是也要4年前写的。这勇士来写做一技巧，可能也较好，不过吃到较有力、较刺激。你知道呢？还记得唔记你伫山水亭冲一只鸟仔好舅舅吗？唔条摆写的，较像唔记你是有创的感觉。甲唔按旧写的，就老人创的家着艺术歌曲独唱，较有，要较看得到希望。那你讲伊唱咩戏？唔较中意哪种？人客啊，赶紧来看，万代你著看一半。今日小弟特别为你介绍这乌狗牌文公伞，伊是德国原装进口，日本的包装。唔管你囡仔透头烂伊，或者是歹药剂，只要绝对1比1。今日算你特别价，这款偌济？那你较中意哪种的嘛？这你5钱就好啦。你无较中意哪一种啦？我想，也可能老人今日嗰个事情无跟我有关系啦。你创迄客家山歌呢？干不去要异于故事诶。很多安尼思想多，咱看得到原本当年真实的想法。真经诶，因为大摆经过遐，所以想到旧写的故事，大宋的迄。也哈就写唔得。秋写就会对真正人物改呀，伫现实度，英雄总会看妈妈都希望。日本甜点唔但抢本人关的半年，还本顺茶大多半上市。叫咩白的？古宋来讲，老家用时写的比起咯，2、6年，唔正经迄多的还较多的戏。不过，人家下的世界，已经比4年前还较无暗，还较沉默，也慢慢靠听。也没有按继续下希望。不过，就迄因为按的，因早行较爱写希望啊。就算亲密失去希望，起码做得本人看清现实度的无安，老千望。你阿叫也很会痛无？鱼较好的啦，唔是少啦。甲我卡好无？唔是少啦，按叫用到钱，过2年就去报酬给变老去票田。啊，好。甲听出来咧。唔爱提咧，
卖假使唔会查，阮的一条猪的老记杂家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爱主讲，爱本人管咩嘛个坏事咩？草嘛。叫主文巡查大多案的，唔讲唔要坏事。起码也半年，爱过来咩？也段时间唔系拄好上到爱翻钱，就草嘛。阿妹，等来，哦，个什么？爱出做得出去咧，爱出去后，贵妇卡。就做得好，重新开始啊！按多钱呢？冇半年就算按多，真强哦！走啊！你有冇错啊？哎呀，走！我的票一夹批，总爱好好讲一下咪。来，哎，上进鼓手。有咩留清开一代体哦，有本就啲也不加顺吼，赞吼。条家，唔好安尼。用啊，你用啊？哎，将个我本你看地图听听啊。家地图伫哪？啲係數房都啊。叫我落去看啊！什么条家看得起，不过地图俺咩看唔识，唔是当当那本爱看啊！哎呀，你用做得啦！我票挨天，就要看地圖，無留天嘅先講清楚，限不出問題，係兩家啥？做冇？來，看地圖，動腳，唔是緊張。
人真好，惹到我就我就后悔。撒下来吼，我将天天的教你趁钱。哦，好。先生啊，我唔见，唔按好，又按晓吐数，做嘛给本人管按究咯？因为政府吼就会惊爱掠住人，搞你就摕到东西。无咯，先生搞个事实，有嘛个唔好个喏？迄讲啊，有一日啊，穷苦人全就会死的，佮就唔会问政府骗的啊。安排处理了后啊，要记得哈，本土嘅穷苦人啊，全就老人穷用，问政府吼，搞提出，你都无如何行，相有团结咯，才唔会俾人欺负呢。阿爸，乖。辛苦啊！乖。爸。好了，冇事了啊。好了，来。阿春呢？老人讲吼，我伫农业赌啊，赌到一个土怂人，伊个老人讲吼，穷苦人啊，听说爱试试，咱唔可以本人骗啦，对无？嗯。阿春呢？我看哦，未爱试试，想爱去吐数试试嘛。嗯。好，安尼动好。来，好呀，来，先转珠，下珠上来，来。转呢？哎呀，阿妹，我老讲啊，我老阿春咧讲好诶，新嘢讲好到开好，就莫个本期做田生，本期去读书啦。嘿哦。好。嗯。安尼好啊。我本身呢哦，老很穷用，高苦力诶。系啊。我睇相吼，韩拜迄讲有钱，咪要本阿神的死啊，哦，好嘛。哎呀，这么做呢？先来吃饭。好了。是暗号啊！莫娘娘啦，你还没帮上，你用吗？好了。呀哈有拍米饭好事，
就要神蒙天空了。什么来啦？错了，没了。不过我迄想吼，人家哈唔单枪爱本细人个个行业，对阿公婆妹做唔得，青菜啦。所以我迄想吼，汉拜迄有钱，为老。生命种。玩个新的，好嘛？好。阿妹啊，我在想吼，迄讲经验书神吼，个去买一条竹的转来，好嘛？我按多条竹的做嘛个？用竹子啊，竹子用大吼，买摕去就有钱分阿春阿上去吐书啊。我想到你还有这位生一条脑呢。当然，看阿春的案情，慢强的，错。爱强的啊。爱咩有啥嘛？是什么？爱看哦，从佢按小吐数吼，汉摆咩有可能，迄种人的欣赏，错嘛？欣赏哦。系啊。从我以后教，先生哦还劲送不出，讲伊也好去考试，大摆哦做大头名。有样啊！按呢哦，还靠爱好栽培啦。冇听错，佢做的冲跳崖太来按的，日本福伊啦。日本哦。错。搞我请多钱呢？本细年的显示啦，冲马嘅动多啦，来，入边啦，昂嘅。骂人讲 M 卡，就唔会出个意思。嘛嘅。人讲用的裤哦，我会老钱多下咯，本木存好好去读书。嘿啦，真钱按裤珠挨过来，还有嘛个无可能，走嘛。走。你全部都一眼呢？咱过好的路的，呀哈进到水堵，
会包牙吗？俺小鸡，呀，哈水煮真个爆香的，甜度木的，按倒芒果，呀哈咩真香的啊！又是第年老嘅中秋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就会过来。我祈祷阿妹嘅路风，点点爱人嘅音信，无法度平静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付出嘅心，不安嘅分离，不再孤行，不再孤行。又是冷冷嘅早春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芒色眼泪。我祈祷茫茫嘅岔路口，点点弯旁嘅我影，在故乡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漂泊嘅心，愤怒嘅分离，终将安息，终将安息。做乜嘅啊？歹势啦，妹，就先不过来。你也看不起你多少？他也不怎么敢被不开心拿来生你嘞？哎呀，就本事，本贵重的人哋，你老爱扣。